大家好，我係本年度嘅學生會會長 5S 李志榮。今年圖書館嘅主題係最愛書中人。我今日想同大家一齊了解嘅書中人，並唔係歷史上盛世名垂嘅邊一位，但係打開中國文化嘅文本，一定會見到佢嘅身影。我講緊嘅就係才子佳人小說入邊嘅才子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相對冷門嘅優質圖書，係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所出版嘅《文弱書生：中國文化語境中才子的權力與男性氣概》，由西廂記嘅張生到《紅樓夢》嘅賈寶玉，元明清三代嘅文學家一直以準備應考科舉嘅白面書生同佳人之間嘅愛情故事作為創作主題。除咗介紹呢種小說嘅發展脈絡之外，作者仲結合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以及性別研究，以陰陽理論解釋中國古代性別同權利嘅關係。我比較感興趣嘅部分係作者指出屈原以夫婦間嘅愛戀指代君臣關係，藉女性之口埋怨君主聽信讒言，同時表達對君主嘅忠貞。呢本書切入角度新穎，仲有好多有意思嘅知識同觀點添。如果大家都對才子呢個身份角色有興趣，就嚟圖書館借閱呢本書啦。以下係 Dear Time，Enjoy。